洪台过后，真侪人拢一直咧摒扫，机关署也要提醒讲，处理垃圾水含垃圾土的时阵，上爱是爱挂水暗、挂手套含穿遐讲，因为这洪台过后是这天狗热、类鼻疽抑个肠仔病毒的高风险期，敢若去年呢，类鼻疽的死亡人数就24个人。彰化龟皮田雨水引甲那个水池，但那是风台拄离开台湾，中南部地区就出现真侪严重的饮水灾情。疾管署提起风台过后，就是天狗热、类鼻疽含肠病毒的高风险期，尤其是类鼻疽这个病情，伫咧去年也因为风台拢总累积119例确诊，其中24例死亡，并且搁以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的个案上济。去年总共有4个台风，从7月到11月。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病例。那今年到底会有几个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每来一个，我们就会提醒一次。疾管署指出，类鼻疽这个菌拢藏伫土含水库内底，一般是皮肤有空喙接触到有菌的垃圾土含垃圾水，就可能会传染。医生也表示，有的人感染到类鼻疽无明显的症头，不过有的人会发烧，甚至是有败血症。若无及时治疗，死亡率达到40%到70%。感染到了吼，当然有药物会当治疗，咱一般拢是用抗生素。但是若总讲无诊断出来，有可能咱的器官会歹去，规身躯的器官歹去，甚至讲败血症，会有性命的危险。医生提起，风台过后是类鼻疽的高风险期，提醒民众整理家园一定要挂水暗，手套穿护鞋，避免去接触到垃圾水含垃圾土。若有类似的症头，就要赶紧去病院。记者陈阿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